嗱，近年咧都好多學生問智能座廁點解咁貴嘅咧？閒閒地都5位數字，有冇需要咁貴咧？網購一個好平嘅智能座廁翻嚟又得唔得咧？今集咧我哋就講下啲買料嘅誤區，同埋教大家點樣正確咁樣揀智能座廁。嗱，網購電器嘅第一個誤區咧就係淨係睇相睇價錢，見到個靚靚仔仔嘅就撳個最平嘅買翻嚟，跟住之後自己叫師傅裝。咁你新聞都見啦，成日都見到有啲人買啲唔啱規格嘅電器啦，然後裝咗有啲咩意外啦，其實你冇得追究㗎。嗱，如果你網購嘅小家品係一啲譬如窗簾啊、掛鈎啊呢啲唔需要特別安裝嘅咧，其實風險唔大㗎。咁但係如果你買嘅牽涉到啲水電安裝要師傅整嘅咧，向一啲不知名你唔熟悉嘅牌子去買呢啲電器翻嚟咧，個風險就好大啦。你就咁喺網上淘一個智能座廁落嚟到同個圖片不符嘅話，你想跟進都好麻煩。嗱，座廁咧係啲用好多年嘅嘢嚟㗎，你譬如買個電視機你都唔想成日換啦，咁何況係座廁裝落地下嗰啲。所以咧買耐用品咧就一定唔好貪平，一定要揀翻啲有信譽嘅公司、有歷史嘅公司，就唔係一啲咧門面好靚、圖片好靚、扮到好似好專門生產智能座廁嘅公司，其實你冇聽過嘅。嗱，第二個網購智能座廁嘅誤區咧就係覺得我買咗翻嚟裝好咗就冇手尾㗎啦，呢個係錯㗎。大家都試過買啲嘢翻嚟之後用下先有問題㗎。咁如果你買個最平嘅，然後發現用下有問題，咁你嘅零件點配呢？你維修嘅師傅係咪真係識維修呢？如果你要換個咁咪為啦，你個維修啊、安裝啊、運送啊嗰啲成本，咁點計數呢？所以其實成本係隱藏咗㗎咋。一開始嘅時候你以為慳到錢，但係其實個使用壽命咧又縮短咗喎。咁到有問題嘅時候，你又花咗以倍數嘅時間啊、精神啊、金錢啊去處理呢一個壞咗嘅座廁。必需品你又唔可以唔換啦。所以買座廁嘅時候一定要考慮埋你嘅安裝同保養。嗱，咁點樣揀智能座廁呢？第一就係揀品牌啦。嗱，日本係智能座廁嘅龍頭嚟嘅，你去日本咧周圍都見到智能座廁㗎啦。但係你喺香港要買一個日本牌子嘅智能座廁咧，閒閒地都2萬幾、4萬幾咁樣樣。Inex 咧就係一個日本嘅百年品牌，佢係第一個喺日本本土生產智能座廁嘅品牌，有超過50年嘅生產經驗。嗱，個牌子有級數，但係一啲都唔貴喎。而家 Inex Saros 咧只需要8888蚊咧，就可以買到一個優質嘅全功能一體式智能座廁，性價比極高。嗱，第二咧就係睇功能啦。Inex Saros 咧就有齊一般智能座廁嘅功能，佢有2個特別嘅設計。第一個就係雙噴嘴設計，佢係一個非常之貼心嘅設計嚟嘅。一支就係用嚟洗屁股嘅噴嘴，另一支就係女性專用嘅抗菌噴嘴，用嚟清洗女性嘅私密部位，減低交叉感染嘅風險。嗱，咁另一個特點咧就係 Aqua Ceramic， 就係叫做白無垢塗層啊。咁平時咧便便如果黐住咗一個廁所內壁，咁有啲人就會用鮑魚刷啦，又麻煩又唔衛生啦。咁其實咧呢度有家居小常識嘅，就係我哋個廁所內壁其實係唔擦得㗎。你擦佢嘅話，佢會花咗就更加容易藏污納垢，咁你就會越擦越污糟啦。而 Inex 嘅白無垢塗層咧，就用咗佢嘅自家研發專利技術，令到馬桶表面有一個超強嘅親水性能，防止污垢黏附，細菌亦都冇咁容易滋生。仲有 Inex 用咗佢嗰個嘅強力離子除菌技術 Plasma Cluster， 咁佢就會深入嗰啲窿窿罅罅去除菌消毒，比起一般嗰啲離子水啊、紫外光啊都更加有效。最後就要考慮安裝同保養啦。Saros 咧佢有2年嘅原廠保養同埋2年嘅上門維修。香港仲有品牌自設嘅客戶服務 office 同埋維修師傅團隊。座廁有咩問題佢哋都會支援到。呢樣嘢淘寶同埋其他品牌咧就好難做到啦。咁安裝方面咧，無論係長排水定係地排水，佢都安裝到，就適合香港大部分嗰個嘅座廁嘅排污設計嘅。嗱，但係買座廁嘅時候咧，就留意一點啦，你要了解清楚呢個去水位嗰個位置同埋高度同個座廁係咪匹配嘅。如果有疑問咧，就問翻店員啦。好啦，我哋嚟個總結啦。Inex Saros 咧功能又齊全，設計又貼心，只需要8888蚊咧就可以入到手啦，絕對係入門嘅好選擇。咁最後再提一次大家啦，買智能座廁價錢係要睇，但係都要比較埋牌子、功能同埋保養。